第3节。我亲爱公这可数，亲像家己的声。那出去，那讲呀那好听。我亲爱公这可数，世人吹吹袂听。上帝圣经所记载，求咱提醒。我亲爱公这可数，主天下公这可数，永远是新的可数，少量听我的主。好，咱团的信息到这。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？第3节时阵有讲，这个就是上帝圣经所记载，互因救人的声，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故事。请咱准备心，开始今日礼拜。各位会友，今仔日是社福事工关怀的主日哈，请兄弟会当关心奉献袋仔放伫大家座位头前，请大家当关心奉献。请安静，当心来敬拜上帝。请到家。
我叹天袂光，求叫你，伫你的话我有盼望，眠死，更也袂深，我的目睭已经裂开，因为要静静想你的话。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405首，圣诗405首，请起立。即时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圣子，爱的主，因为圣神靠他，被在基督马里的死，以公天的道理开始后，因是一个死来总的路，现在你必须要用我属灵，那就将你的上帝保佑，因为他在信化我们信仰，我信信心，所以我们教会信徒的梦最下面，用耶和华因我的王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咱三角面启应文第一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第一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999页。启应文第一篇，以色列啊，要注意听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。以色列啊，要注意听，恁要专心、专情、专力听上帝，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，这个话就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搁着绑伫手内做记号，着写伫厝的门徛。请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、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，是人类智慧的源头、心灵的瓦库。愿诚心阿罗你，谦卑顺服伫你的脚前，带着诚恳的心来敬拜你。愿因为你的慈悲甲信实，互阮的灵命会当得到永生。愿谦卑祈求你愿意听阮的祈祷，为人类、为这个世界、为咱的国家社会。为阮身边的人，求你指引我未来的方向，也赐予阮智慧甲力量，勇敢去面对一切挑战。天父啊，阮有罪，在日常的生活中，阮常常因为家己的私心甲贪念，袂记你主的恩赐，袂记了谦卑甲顺服。虽然这是你对阮的考察，但是主啊，阮是遐尼的软正，阮无法度去了解这项代志。
阮谦卑恳求你会当赐予阮对抗私心欲望的能力甲勇气，特别是咧全世界即马处理的战争对抗、环境伤害，也甲疫情的即个时阵，互阮会当搁较会当体察敬畏你的大能，互阮有机会重新来检视阮家己咧人生顶头的弱点、软正、无知、甲自私，也互阮重新用敬畏的心面对你的大能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疫情期间，互人类因为软弱、减少社会经济活动，互高度、互污染的地球会当消化这个污染，会当得到好喘。这是对现在以及未来人类上大的问题。但是慢慢疫情控制了后，经济活动开始，人类又搁看见石化燃料过度使用对人类、对世界造成的伤害，地球的温度一直咧起来，对地球的生态造成会使讲绝灭性的影响。阮深切希望你会当赐予人类智慧甲能力，全力来减少石化燃料过度的使用，互人类有充足的时间去生态、去维持即马慢慢恢复生机的地球环境甲环境。主啊，你互阮管理万物的权柄，但是也互阮有限的智慧甲能力。阮相信你原来意思是爱人类会当互相合作，才会当有够额的能力勉强来达成你的托付。主啊，你用基督的牺牲来驾驶人类的爱，以基督的国话来驾驶人类的信。这个爱甲信是人类自我提升、甲互相合作的基础。阮有做咧最近几年以来，阮看到搁较侪人性顶头的羞愤甲怀疑，咧社群网络甲媒体中间咧散播。搁较互人烦恼的是，少数人运用自导自演的方法来散播仇恨甲对立，博取家己的利益。主啊，阮求你赐予阮搁较大的智慧甲能力，会当来辨别是非、自我修炼。来实行主所教示的信甲爱，不只是对人，也是对物，特别是对国际所有领导者，阮祈求你会当赐予因智慧，降低实在是无必要出于私心，毋是出于公义的对抗。阮诚恳的请求你，会当互各面向、各阶级的领导者了解人类的平安甲生态的平衡。这是至关的利益。主啊，阮要为生活伫极权统治之下失去宗教自由的人民祈祷，失去了宗教信仰，就敢若失去了生灵的寄托，也失去了提升灵命正面的力量。求主会当允许因解除偷白的机会，以基督在世间所行的适用做因的指引。赐予因勇气甲力量，努力去争取属于家己的灵命的归属，特别是咧主的国度内底。主啊，请你会当使用阮，互阮用真切实行基督的爱甲接纳的教示，互社会回归和谐。疫情期间受到惊吓的心，求你会当抚平。受害的身躯，求你会当医治；因为疫情死亡的灵，求你会当接纳。教会事工，求你会当时时看顾，也愿你指引所有会友的灵修，来提升所有会友属灵的生活甲性命。主啊，在聚会中间，阮知影你在遮，阮愿意甲你同在，甲你同心，甲你同行。求你，互每一个人拢有一粒平静的心，领受你的教示，互你的话会当进入阮的心内，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。愿拜咧以上的祈祷，诚心恳求你的接纳。
阮会要照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当声来吟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4到17节，以及第4章第2节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新约第246页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4到17节。若是你着常常住伫所学习、所亲信遐个事，因为知是对啥物人学的，也知你对细汉已经捌遐个圣册，就是为互你有智慧，对信耶稣基督来得到救赎。既然互上帝蔑视的经，也有利益伫教示、伫督责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学义理，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，便便来行隆重的好事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，着传道理，无论得时无得时，着专务伊，用百般的宽容、教示来责备、警戒、劝勉。请吴玉选传道来讲道，题目是持守到底的信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可能大部分的人拢知影，到这月底，我伫上山的服侍就到一个结束。然后，所以这届嘛是我伫上山最后一届，甲大家分享信息。真正足感谢这3年来教会大家对我的照顾、宽勉，真正足感谢大家。今日要甲大家歹势还袂讲了，嘛真正是望讲上帝的恩光会继续引带甲亚康上山教会，伫未来，互教会都做较济、搁较好的见证，来互这个土地、这个老河街、这个上山的地区，继续来接受上帝的恩光，甲耶稣拯救的福音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经文有2段，嘛是甲我拄仔讲的话有小可的关联，拢是记载伫提摩太的后书。伫这个批内面，是讲到保罗要就事进前，伊最后要写互提摩太的话，伊已经要互政府掠去关啊，伫要互人要处死啊！伫这进前，伊对提摩太交代最后上重要的教导。对伊来讲，提摩太是伊看做囝儿，看做家己的囝，伊从疼的。总是伫伊已经要离开啊，伊都有小可的挂虑。伊要交代提摩太，伊一生所行过信仰的道路，啥物是上重要的？啥物是专有爱坚持落的？伊将这个话拢写伫这封批内面。第一部分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提摩太后书第3章14节到17节。其中伫14节中，保罗是安尼写的：若是你着常，你所学习的、所亲近这的事，因为知是对啥物人学的。伫这段经文的头前，保罗有讲到遐个放杀真理的、放纵家己、违背上帝道理的人，然后甲提摩太讲：你甲这个人是无共款的，因为你的信，你知影，是对你的阿嬷、你的母亲来的，是迄无假的信，并且你对细汉你嘛有读圣经，你拢知影你所信的是甚物。保罗伫这封批的一开始的时阵，就有提到讲，提摩太伊的阿嬷甲伊的母亲，因为信仰是怎样啊美好，伫遮伊倒一摆来劝勉提摩太，你知影，你的长辈因所坚持的道路，因的信仰是安怎？你嘛有看到因伫生活中活出的见证。伫保罗写这封批的时阵，
已经是耶稣上天30年了后，有真侪信徒，伊可能因为较少年，可能10几岁尔，伊无亲身看见耶稣，无看到、无听过耶稣的教导，无看到耶稣伫世间在行的时阵，所以因是安怎来明白信仰的？因是通过第一代的信徒，看因的见证来明白即个永活的精神。其实咱今日咱嘛是共款，咱无一个人捌真正看到耶稣伫世间的时阵，无一个人有看到耶稣受定伫十字架顶面的时阵，咱嘛无一个人有像刀仔共款手安尼伸落去看耶稣的下边，敢有真正有一个孔无？咱拢无。但是咱为虾米知影即个信仰是真的？因为咱看到咱的前辈，真侪人一生甲主同行，因的生活、因的人生活出甲主同行，迄个活命、迄个喜乐，因为因的生命，因为信仰，因一生咱看到是美好的，是甲主同行的有阳光的生活，咱就知影，即个信仰是有价值的。因是安怎活的，咱今日嘛会当共款安尼来学习，就亲像希伯来书所写的，已经有真侪见证啊，亲像云安尼围绕咱，所以咱会当相信，前辈是安怎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安怎来经历上帝的疼痛。今日咱共款嘛会当来见证。来跟对耶稣，互咱的生活嘛，甲前辈共款，用活出共款的信仰。其实这嘛是对咱一个提醒。咱前辈是伫耶稣内面安尼活过因一生，留落遮的见证，互咱做子孙的，知影讲因所行过的路，这信仰是真的。后来，今日的咱的生活，咱的一生，咱每一日是安怎来跟对耶稣？咱安怎伫生活中有活出见证，互人看到真做一个基督徒的爸母，真做基督徒的人，伊是安怎生活的？安尼，咱的后一代，咱的囝儿，伊嘛会看到，原来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、我的阿公阿嬷。因军队的信仰是安尼，我嘛要军队。这是保罗伫遮一个足重要的提醒。信仰是安怎来的？提摩太是看到因阿嬷甲母亲的信仰，共款提摩太的信仰嘛要应用后来的人，因为后面的人当使徒离开了后，因当对提摩太来看讲，军队耶稣的人是安怎？今日的咱伫后一代咱的囝儿，伊嘛是对咱来看，爸母是安怎行的，安尼我的生活嘛要安怎行？这是17章一个足重要的提醒。伫后面15章、16章的时阵，保罗都提到2个观念：爱明白圣经。爱互圣经的真理来引出你生活中的一切。首先，这爱明白圣经这点，相信大家会友拢会认同。但是伫这个世代中，咱当有真侪人，当有主日礼拜的时阵来听牧师讲道，听了煞，伫平常时每一工做无用的，拢在工课，生活做无用的，圣经。伫礼拜堂离开了后，就无掀开啊！每一日无在灵修，无在读上帝的话，感觉每礼拜有听牧师的讲道，安尼就够呀？真正是安尼吗？其实伫《使徒行传》14章11节，有一段记载足有趣味。迄段记载是伫比利亚遐的信徒
因听到保罗传的道理了后，因的反应是安尼，因为因注意受道理，逐日查考圣经，看这个事有安尼也无。因听到保罗所传耶稣救恩的消息的时阵，迄个福音的时阵，因第一个反应是圣经起来比较讲，保罗伊所讲的，当是真的，当有真受早前遐个先知所讲的有共款无？查考了，果然是共款的。安尼保罗的道是真的，会当来信。所以因第一个，因听到，因都有看圣经，因确实真正知影这是救恩。所以咱嘛是共款。迄时阵的圣徒都有旧约尔，今日咱有旧约甲新约，共款的，咱完整的读了规本圣经了后，咱才会当来认捌上帝伫历史中伊伟大的作为，不只是对新约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并且咱嘛是爱看旧约，咱要知影上帝是安怎来拯救一群沉沦到无通救的人类，并且人类是伊受掉了后，是一届倒一届来违背上帝的旨意。伫安尼的状况中，上帝拯救的工课是安怎来进行的？上帝是安怎来诱，互全人类未沉沦到死亡的地狱？所以啊，咱真正爱认捌规本的圣经，咱才知影。上帝对起头是安怎来计划要拯救人，并且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完成这个救赎。但是，也是知影圣经，安尼嘛是无够样。咱知影圣经规本有头了，真做一个知识伫你的头壳内面，安尼无够。就亲像咱真侪人对细汉可能伫主日学就开始读圣经。圣经内面的故事，每一个拢真熟。可能伫主日礼拜内面，牧师讲一个头，你就知影尾要讲到底啊，拢知影啊，这我拢足熟。但是圣经的道理，也是只是道理尔，安尼甲你的生命无关系。以前我伫东海的时阵，迄阵倒是大学生。伫东海的团契在服侍，每一个夏季开始的时阵，校校拢会互团契迄规个全部那个新生的名单，然后名单顶面就会有记载讲伊的信用是啥物，所以大概开学的第一礼拜，就会摕名单去一间一间的宿舍去探访。那迄时阵我服侍就有即项的事工。探访的时阵，特别会注意到，这是某咪教会，是基督徒，嘿，这带先去探访，就看就邀请伊讲，周间会当来小组礼拜，也是那个礼拜日会当来这个路思义教堂，迄个伫东海内面的，会当来服侍。都有发生一项代志，互我印象真深。有一个学弟。伊是基督徒，基督徒较紧会去来弄问，就邀请讲，学弟啊，你嘛是基督徒，你当要来参加小组无？学弟迄时阵我门拍开的时阵，是伊的室友来开门的，我看到伊在拍电动，做认真的，在拍电动，然后伊就挖头，团契对，学弟好，来邀请你。伊就继续拍电动，然后就安尼讲，恁所讲的，我对细汉拢知影啦，我嘛比恁较捌啦。但是恁所讲的有啥物意义？我头戆硬去，手倒伫门遐，毋知影怎讲落去，然后伊就继续拍伊的电动2-3秒了，但是学弟嘛是足欢喜邀请你，也是你有愿意的话嘛是欢迎你，当来聚会。但是迄个学弟对我2年到4年毕业，拢无看到伊伫教会出现过。
有啥物意义？伊所念捌圣经可能是真诶，可是圣经诶故事伊拢有读过，但是有啥物意义？即句话，互伊就无得自悔。所以礼拜无看到人，所以圣经诶道理毋是知就好啊，也是你无注意，无认为讲圣经诶真理甲你诶生命有关联，安尼上帝拯救甲你应该嘛无啥物关系。因为你也是无看重，你无看重的物件，免怎来影响你？你就无看重伊啊！你无看重的物件，要拯救你的生命，迄是无可能的。因为你无想要甲伊有关系，你嘛无法度来领受上帝的话命。这是保罗一即段一个最重要的提醒。圣经的话应该爱甲咱的生命有关联的。圣经的话毋是读读的尔，爱真正活出来，成做你生活的一部分。这是第三章后面保罗一个最重要的提醒。圣经应该爱甲咱的生命有关联。第二部分的经文要甲兄弟分享的是第4章的第2节，就是使命。伫遮保罗重新来提到耶稣所吩咐门徒的迄个大使命，要继续传扬救恩的信息。所以保罗是安尼讲的：要专有来传道理，无论得时无得时，要专有伊，用百般的权能、教示来责备，来劝勉、来警戒。保罗伫伊一生的年岁中，伊拢毋忘讲，耶稣交代门徒要传福音到地个尽头，到地极。以保罗的想法来讲，迄罗马帝国，我会将伊完全的行透透。对那个以色列开始，我会行到西班牙。到迄时阵，伊上讲罗马帝国上西边的，也对倒过去就是海啊嘛。伊讲伊到西班牙的时阵，福音都有全世界拢有听过啊。所以伊就想讲，伊爱一骹步一骹步的行，来传伊的福音。但是伊的路程到一半，大家拢知影，到罗马尔。因为伊传福音的中，就互人掠起来。伊转去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就受掠。但是咱嘛看到，保罗虽然受掠，伫互人罗马的路中，伊也是有机会的时阵，伊就要传福音。甚至伊互人掠到总督的面前，也是伫阿基帕王的面前的时阵，伊拢掠着机会讲。王啊，你爱听我讲真实的道理，关乎耶稣基督救恩的道理。伊讲到阿基帕王，拢甲保罗讲：你是要我成做基督徒？当然，保罗的答案是：是啊，我毋茫啊，我毋茫你会当得到救恩啊，我绝对要互你成做基督徒啊。这就是保罗伊的心，无论得时无得时，伊拢毋茫讲伊要把握每一个时间来传福音。但是伊写批互提摩太的时阵，伊已经互人关起来啊，伊的生命要结束啊，要互人处死啊，并且伫这个时代，刚好是尼禄王在掌权的时代，规个教会真正是伫一个真黑暗的环境中间，不只是保罗要互人杀死，规个教会可能要互罗马政权完全的毁灭。伫这个时代中，免怎继续来传福音呢？也是照咱今仔日的观点来看的时阵，保罗安怎看拢是失败啊。剩的使徒嘛是失败啊。因所建立的教会，无小心去得罪着一个遮大的政权。教会斗偌济人尔，当有万，当有10万无啊？无10万啊！罗马帝国偌济人，军队就练20万人啊，免怎来对抗？并且这个皇帝当然是要互教会倒去。伫黑暗的中间，当有可能都会当活会落，但是咱要注意到，
伫即个黑暗的环境中，保罗是安怎来交代提摩太？无论得失无得失，拢爱继续坚持，因为保罗相信一项代志。虽然伊看到的是遮黑暗的状况，虽然伊的性命要消失了，但是伊相信讲，伫伊要死的进前，伊相信上帝要是即个世代，佮兴起较侪奇妙的大代志。伊相信，就是即个时刻，福音的道路要搁较开阔。咱拢知影。保罗所看见、伊所相信的，已经应验啊。但是啊，这个信心，咱当有无？咱伫黑暗中，当有甲保罗同款的信心有无？亲像希伯来书11章，大家拢真熟。遐个大有信心的勇士，其实因一生拢无看见上帝所应允的。因是靠因的信心来相信讲，上帝有应允啊，所以我得爱行。啊，彼得汉的一生，伊当有看见伊的后代成做一个大的国，无？雅各当有看到，无？约瑟的，无？并且伊迄时阵伫埃及，伊无看到伊的民族转来以色列的时阵，但是伊拢相信。有一天，遮个代志拢会应验。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伊最后是伫山顶，伊看到迦南地，伊捌遐多绿，但是伊当有相信，上帝伫伊以后一定会带遮个百姓离迦南地。伊有相信，伊是上帝的启示内面，伊已经看见啊。虽然伊无亲身来经历，但是到遮。是到以色列尔，以色列国有成做一个足大、足伟大的国家，有成做万民的祝福吗？啊袂。大比王的时阵，国家真强，但是应允就是还未实现。但是后来国家灭亡，百姓受了，安尼上帝所应允的，迄个成做一个大国，互万百姓得到祝福的代志，是怎样才会当应验？遐个先知嘛是继续来军队上帝。咱看到米迦甲马拉基，因为启示中有看到救赎者的降临，米迦跟马拉基，因知影讲以色列长久所盼望的弥赛亚要来啊，但是因倒是无看见，但是因相信讲有一天上帝会成做即个代志。这个先知拢无活的来亲身看到因所预言的代志实现，但是因靠因的信心，相信代志一定会发生，相信因所写的预言有一天，迄看的人会看到预言实现的迄天。对，因所预言的代志，咱拢看到啊。圣经的话，咱拢读啊。因所盼望的代志，当有应验无？耶稣已经来啊，但是伫400年前，因拢无看到，但是因拢相信有一天代志会实现，上帝所讲的袂空空。咱嘛看到，保罗盼望讲福音会传遍规个罗马的帝国，这项代志当有应验。有，虽然是伊死了200多年。全个帝国拢归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并且咱都想到罗马，伊想讲要把福音传到世界上东边的所在，当有无？伫伊死了2000年了后，福音当有到台湾。伊讲入捌台湾，伊毋知，因为想讲福音伊要传到上东边的所在。竟传到因和伊都无明白的所在，但是上帝的道路就是开阔，所以今日福音的道路来到咱的脚前，咱甲千年前的先知使徒同款，咱拢见证同款的恩典，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
今日保罗所行过的路，嘛是咱今日所爱行的路。这条路是对亚伯拉罕开始，真侪人来行的路，真侪先知伊一生来奔走的道路。今日要做福音来为主做见证，就是大家的责任啊。主是安尼吩咐的，所以恁着爱去，互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主所交代的使命，不只是互当年的使徒来听尔，嘛毋是讲互今日的牧师，也是传道，也是长老来听尔，是咱每一个真做基督徒的人，每一个愿意信靠伊的人，每一个相信主的荣耀会过来的人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拢有领受到这个使命，要互万民真做耶稣的门徒。咱有责任，将咱所听见的、咱所经历的一切，来互别人知影，嘛互别人同款来经历同款的道路。可能大家会感觉传福音有够困难的。台湾传遐久啊，基督徒5%无得济啊，要安怎传呢？并且整个社会对教会声教是无偌好听，无代志就要来请教一下，来批评一下，真正对咱无讲做友善的，安尼我要安怎传？我会惊。可能我讲的讲啊，你这我无要信。但是啊，咱爱上到保罗在传的时阵，伊拄着的状况是安怎？是一个会受死、受害。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伊拢无感觉做困难的，伊反倒感觉讲，这就是时刻，只是耶稣特要做工啊，只是上帝的国特要开阔，伊的死感觉毋是一项足大的代志，因为伊知影伊死了后，有真侪信徒会继续来行这条路，一定会有人听见耶稣基督的见证。一定会当有人有听到上帝国的信息，基督徒会愈来愈多。伊所信的当有应验无？但伫圣经中，伫后来教会历史中，拢有看到应验啊。所以今日的咱呢，保罗所毋望的，规个帝国的得到救，伊等200年。今日的教会伫台湾。传教大概对荷兰人来算400年，对马街来算，那大家拢总庆祝咱刚庆祝过150周年。咱当有相信，马街来台湾的时阵，这个土地顶面无偌济基督徒，可能伫原住民中少少的尔。伊迄时阵当有感觉哦，人有够少，我无遐多传。因为传教士因来台湾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地震了后，因离开台湾基督徒当有变真济，嘛是无。但是因有放弃吗？因有感觉福音无遐多传吗？今仔日的教会当有放弃吗？拢无。犹原在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咱当愿意相信，有一天，这个土地会完全的得到救。所有人都会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来成做上帝国的百姓。咱毋知可能都需要偌济时间，咱毋知影。可能是10年、100年，但是啊，咱当有相信，有一天，这个代志会实现。因为上帝愿意拯救所有的人，伊嘛愿意拯救所有台湾的百姓。咱压头来祈祷，至圣的天父，你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宰，也是愿意救赎全人类归向你，是慈悲疼痛的上帝。愿你的荣光临到台湾这片土地，主啊，恳求你的圣神大大的感动教会，倒一届来降落异象，带教会伫新的世代中继续为你做见证。互台湾这个土地的百姓明白你的真理甲救赎，
愿意领受活命的道路，愿主你的大力心来成就这一切的代志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至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斗阵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做伙来读两遍。这个律法的册毋通离开你的厝，要靠着明日想伊，互你接手来行这个册内所记载一切话，安尼就会互你的路平坦，你也就得到大亨通。第一章第8节，这个律法的册毋通离开你的厝。要靠着明日来想伊，互你接手来行这个册内所记载一切话，安尼就会互你的路平坦，你也得到大亨通。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。咱三甲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33首，圣诗533首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詹其阳执事、詹会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请掀开周报第213页，213页。第2点，台神倒数2，黄祈柔同学在休热的期间在本教会做实习，咱来欢迎。第4点，7月初10，顶埔9点30分要举行联合礼拜，咱邀请陈尚林牧师来讲道，搁要进行会后搁要进行信徒的造就，请兄弟当参加。请牧师来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的新学生方以柔，伊的俗名这是伊的汉人的名，伊的俗名叫纽。纽，咱欢迎纽坐伫遮咱欢迎伊伫这暑假期间来咱教会实习。好啊，咱后礼拜是联合礼拜，了后咱会请陈尚仁牧师伫遮做咱的造就，所以咱联合礼拜煞咱就随时伫3楼开始，所以请咱先将即个时间甲留落来。好，即是咱来祈祷，咱来为着世界。台湾宣教师祈祷，为着建堂的事工，为着咱书记去花莲庆丰教会福音队事工，甲队员祈祷，为着华人的姊妹圣心配音，为着较正的兄弟姊妹，嘛为着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，阿卡姐伊今仔日要入院，伊要去做阿妈棍的迄个开刀，互咱恳求主嘛保守，互伊今仔日的开刀拢真顺遂。
走上上的骹，神我即事的骹头有，来复者的龙骨，慧灵节、民主者，吼，咱嘛为民主者来祈祷。伊最近拢伫处理吼，情形毋是真好，咱为着伊祈祷。为着准先兄、秋菊姐、邱玉姐、应轩、钟贵兄、秀恩姐、志金姐、弟兄兄。张老师、米霞姐、米兰姐、邓妈妈、公基姐、陈基乡长老、阿淑姐、怡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谢平兄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丽珍、佑庄兄，甲李雀老师，互咱为着遮兄弟姊妹，互为着遮个事开喙来祈祷，互咱开喙来祈祷。在你的面前，我感谢你，我很敬我的感谢，主恳求你的慈悲来因错阮保守阮。主啊，恳求你伫阮的中间，请做阮的，恳求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主啊，真无来当来，但是透过今仔经文，搁一届来勉励阮，着持守你的真理高地，为你帮助。主啊，说阮感谢你，互阮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。主，阮也感谢你的话，会当透过传道，搁一届来教导阮。伫即个黑暗的世界，阮要安怎行？阮只有持守你的道理，阮只有遵行、遵谈你的道理。主恳求你的话，成做阮真实的帮助，真正进入阮的性命，毋若是成做伫做礼拜时，也是读圣经的时，遮个字、遮个话尔。主恳求你的话，真正进入阮的内心，做阮真实的帮助甲改变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。阮看见即个世界要真侪混乱，真侪人伫战争、丧凶、妖恶，遮个各种的污染，也是天灾的中间。主，阮知你是怜悯人的主，阮就恳求你透过人类互相帮助，阮彼此之间的疼，互阮透过阮的行动。来，互世界需要帮助的人来看见你的疼。主恳求你透过真实的帮助，互遮个人因的生活、因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宣教师来祈祷。侪宣教师伫疫情渐渐来平缓了后，因拢转去因所服侍的所在。主啊，恳求你保守，互因伫遐拢会当做真好的工，也帮助因。因为阮知有真侪宣教师伫世界要真对基督教，要毋是真友善的环境的中间，主恳求你也保守因的安全，互因有平安。主恳求你伫因的中间来行奇妙的事。我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主帮助阮的台湾，互阮搁较侪的兄弟姊妹会当勇敢来踏出去来传福音，互阮四周围还袂认捌你的人。因为阮知，无论经济安怎发展，无论物质安怎好，拢袂当解决人心的问题。就恳求你呼召阮每一个人，当阮踏出教会，进入阮的家庭、社会、职场、学校的时，恳求主你拢呼召阮，成做别人福音的一个管道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伫未来，阮要面对一个真大的安尼一个事工，就是阮的建堂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真正诚心，伫你的面前来甲你求讨。主，恳求你来引带阮，帮助阮，互阮无因家己的私心，互阮会当来仰望你，知你的意思，也恳求你将你的意思真明白来启示阮。主，互阮兄弟姊妹同心合意，会当伫即项事顶面，会当有做伙来见证你的荣光，见证你奇妙的作为。主，阮也要为着书记，阮要去花莲庆丰福音队来祈祷。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的队员有上好的身心灵的准备，互阮伫课程教材准备以外，互阮会当用一个热心、热心，会当准备要甲当地教会做伙来服侍遐个朋友。主，恳求你就使用阮。阮也为着阮的较近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，阮也有几位兄弟姊妹伫较近的中间，总是主，阮感谢你，互因的遮个镜头拢真。毋是真严重，阮就恳求你继续来带领阮的兄弟姊妹，特别阮恢复阮的工作，恢复阮的生活时，阮难免阮的心会惊吓。总是主恳求你保守，互阮会当有平安，也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紧紧会当转来做伙来敬拜你。因为阮相信，伫电视机头前、伫电脑头前、伫手机头前的敬拜。毋是一个真健全的一个敬拜，因为阮敬拜毋若是对你，阮的敬拜也需要甲阮的肢体做伙来敬拜。恳求你着帮助，互阮会当
放心会当来到你的面前。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圣心甲配应来祈祷，也恳求你保守带领，也为着伫养育遮拄仔出世的遮囡仔的家庭来祈祷，伫面对遮拄仔出世的囡仔，难免有真侪无适应的所在，恳求你就保守遮的爸爸妈妈、遮的阿公阿嬷，互因有智慧、有健康的身躯，会当来照顾因的逝世。主，阮也要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阿卡这伊今仔日要入院，要来做阿妈棍的开刀，阮恳求你保守，互伊拢会当真顺利，也互伊的手术，互伊了后的生活拢会当真顺遂。阮也为着真侪兄弟姊妹久长的病痛，因你处理的疗养来祈祷，恳求你带领。总是主，阮相信伫病痛中间，搁较需要的是信心。恳求你就赏赐教育的信心，互因会当面对即个病痛，会当勇敢来行头前的路。主，阮将兄弟姊妹，愿后一礼拜，愿新的一个礼拜，每一日拢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，互阮无论是做工课的，互阮无论是伫学习的，互阮无论是伫放暑假的，伫家庭照顾家庭的，也是阮是逐方面，阮各行各业，阮拢会当归荣光互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即是来吟圣诗396首，吟诗刷，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谢谢。